延伸的学习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得念哦。汇款、汇款、汇款、会费、会费、会费。电话号码、电话号码、电话号码。家里的木卡盖、木卡盖。手机、手机、手机。按怎今晡日爱攀乜界？我爱汇款，拄金铺甲社会界单挑，还有钱到呢位。列钱爱汇本蛮应该喏。我来自。你冇写到电话号码，爱补一下。我写木卡界电话，也是手机界号码。做下是的，请得到你界之后。好，攀好咧，还来攀其他界冇？无咧，就咱上来了。看过头下嘅样片，按空下了学习记记常用嘅对话。这钱要汇给谁的呢？列钱爱汇本蛮应该呢？列钱爱汇本蛮应该呢？这钱列钱列钱要爱汇给汇本汇本谁的呢？蛮应该呢？蛮应该呢？这钱要汇给谁的呢？列钱爱汇本蛮应该呢？列钱爱汇本蛮应该呢？你没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冇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冇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你没写到，冇写到，冇写到。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要补一下。要补一下。你没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冇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冇写到电话号码，要补一下。办好了，还要办其他的吗？办好嘞，还要办其他嘅吗？办好嘞，还要办其他嘅吗？办好了，办好嘞。办好嘞，还要喊爱办攀，其他的吗？其他盖吗？其他盖吗？办好了，还要办其他的吗？办好嘞，还要办其他盖吗？办好嘞，还要办其他盖吗？好。你下所有嘅技巧都教皮咧，大家正期嘅事，要多聽多講哦，安尼才會進步，加油哦！